我心若深爱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。我也想你。可以了。嘿，导演好了还？真的，哎，是可以了啊！哎，真是谢谢你啊！给我们剧组解决大问题了啊！不客气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每天失联10几个小时，实在太长了。是有点长。是啊，而且晶晶告诉我后面夜戏很多。对。哎，今天收工了？嘿，没呢，正拍着呢。你看我们今天夜戏多怎么了？见不到我睡不着啊？睡不好。嘴那么甜，还要再来一个吗？哎，赶紧安排人啊！晚上啊，请晶晶，和她这位男朋友啊吃个饭，好好谢谢人家啊！好嘞。谢谢导演。不过我晚上6点就得赶到机场，最晚2点半就要走。这么急吗？不是，那您2点半就要走，晶晶老师1点多还有戏呢。那你跑这一趟，行，这样，下午开工推迟1小时。不用，导演没事，咱不耽误拍戏。我有数，不耽误拍戏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，就这么定，谢谢了啊，定了啊。你越过星海，携着光而来，我心若深爱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。转身才明白，心空了愉快，思念已星河，翻涌深海，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，只要你在。烟花也怕盛开，看着你眼里光我只有1小时，是不是可以自由发挥？你想怎么发挥？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的